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北中南30多位的艺术家，行出着户外，举办着联合写生的活动。这个是来到南投的清北溪、三林溪甲溪头，艺术家用画笔留下着大自然的美景。 这摆由台中木工主办，用3天的时间参访清北溪、三林溪和溪头南投有名的风景区，让艺术家出来行踏。三林溪除了游客，嘛有一定艺术家。因为画画会很快乐，所以我们这一次有台北、台中跟南部台南一起汇合是应该算是台湾相当重要的一次聚会了。 由爱画图的马老师举办北中南联合画图活动，和30多位艺术家做伙交流，嘛用无同款的方式创作大自然真水景致。因为以往我们写生，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带油彩，其实油彩的质感更好。但是为了轻便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后来有几个艺术家就慢慢转换成带水彩用具。 这种艺术家画图创作的方式拢无同，有的是用油彩来画，有的是用签字笔，嘛有炸油性粉彩笔来画，各艺术家炸水彩甲风景图画落来。主要办这个活动的用意就是希望说，画家他不是单独一个人在家里这个画作，我们希望画家都可以走出户外。三林溪树叶啊慢慢啊冷起。 寒天日头烧热，特别的风景，让艺术家对南投印象真深。